后来继续这件惊险的车祸发生伫个彰化市的中南路，一台小货车变换车道，甲一对骑乌多摆相载的翁仔某 A 道，两翁仔某伫个涂骹冰棍啊连，身躯侧甲拢受伤。啊，小货车弄着人，并无停落来，是做伊走。伊甲警察讲，当时唔知影有弄着人。 这件小货车小可偏出去外线车道，后车道无驶入去 A 到一台奥多摆。车顶位查甫人在沿路hướng 一个两个人落刹车，不过小货车司机讲 A 到煞无停落来，车驶咧就做伊走。翁仔某hướng弄一个倒伫咧涂骹，附近的店家看到，紧举雨伞出来倒车子。另外一台货车紧将车插伫咧车祸现场的头前，卡袂各方对拢。 昨下晡3点外，彰化市中南路两台车发生 A 弄，救护人员赶到现场，将人送病院治疗。身体是有多处的擦挫伤，其中女性伤者手部有骨折情形。这对翁仔某拢70多岁啊，加在两个人意识清楚，无性命危险。他们有听到砰一声，然后看监视器，有人倒下来，就赶快拿伞出来，拿三角追过去。警方调监视器，紧紧就掌握到小货车司机的身份。货车驾驶并未留置于现场处理，警方也已调阅监视器，掌握 货车驾驶身份。西路的小货车司机无啉酒，伊甲警方强调，当时唔知影讲 A 到，所以才无留伫咧现场处理。车顶无违禁品，严格落尾，伊也是互警方依照吊诉得遭罪以上。Hello， 我是陈雅玲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